那我们就来开始喽。谢谢以琳，138。兄弟，你高官赶来救世，不要惊动你太过，我心很忙在救助，主很本心哪有个？师姐，我们就全部把它让过。难当当心里给，我难当滚我的背，最后没有我难过，难莫叫宽丢归我。我苦的功劳，带给接下来了，主爱情浪情观音，喜好的愿望给193。最后2个字有归花嘛？好，归花。好，对，归花，就该。好，我们来唱193。兄弟说是我苗一位，我苗今天变给，波浪满处后浪在追，问天绵绵继续。讲完我就说再从1、2唱一次 ，OK， 就这样。第1节唱完，第1节唱完休息，再来1、2这样子。OK。哎，好，第2节要唱吗？好。好，来，我们再唱第2节。好，唱节好啦，好。哎，193。主要走进你的位，我苗条堂给起，平团体后浪欢会，加最体的高比，我那的就最。救主的怜悯，兄
152，可能我接152也会讲一点点的话。好。有主听他的声，我就欢喜来听。你好，我对牺牲后悔，留我罪人性命。主，我来救你，我搭救滚你。因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听他声音，我就退掉的心。当我最受定是给，听我实在真情。我来救你，我搭救过你，因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滚进，我就听他命令。在我人就快谈所有，我为你加身。主，我来救你，我搭救过你，因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虔诚，我就祈祷无停，要叫人爱受主的爱，离到进入天庭。主，我来救你，我搭救过你，因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谢谢。阿门，要唱好，要好，阿门，唱。还是不要？还是不用啊？不。没有会众没有这首，没有，今天礼拜没有这首，这是我家的，所以不要。
播。1、2、3，1、2、3 ，OK 哈，好。
刘兄这平安。啊，这几天有出佚佗无？啊，出去佚佗应该都还袂转来。吼、啊，真欢喜大家伫这三甲组织。吼、即摆天气到即摆足热的，吼、所以大家会记啊加啉一寡水。吼、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听堂主，我感谢你，你赏赐这个美丽的地面，互阮来徛起。总是阮即摆嘛感受到温度咧上升，在阮即个地区嘛已经烤换久久。阮附近的树木拢感受到大树的即个炎热。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好好来管理，也帮助阮在即个生活上得到主你的看顾。这时，阮要来组织敬拜你，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专心注目伫你。恳求你帮咱带领，保守遐个出外的兄弟，因伫路途的中间，有主你同在，有平安。祈祷奉主所求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聚集伫遮。伫咱礼拜开始，咱即摆来锻炼咱的诗歌，请献开圣诗138首。圣诗138首。耶稣原本是上帝。咱唱4节。耶稣原本是上帝，因靠患难来救世，不用心独立太苦，拢是恩人在救主。主原本是那有个，不要被所求回报，每个人在主人上，耶稣已经很高扬。为咱担当是一个，互咱通关我的背，最后无有互人看，咱无照管着归我，咱甲我可以同路，大家坐下来讨论，主爱情人情关意，是要平安我福气。第3节的上尾一句，着归换，毋是着归换，毋是改换，吼。好，咱即摆过来献开圣诗193首。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咱先唱第1节。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何渺圣经铭记，无人捌主何人在罪，问天明明之时，何人捌主知？
就是要互咱性命救赎的话语。伫咱每摆咧读圣经的时，伫咱的信仰中，上帝话有真侪启示的真理，教咱的智慧，赐咱生命的力量，真捌咱家己的罪，然后会行向永生，形象我们的永生。咱即摆来唱第1节甲第2节。上帝所赐我名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无人捌主予人知罪，阮天明明之时，无人捌主情。心来好彩，上帝话，我名的话，智慧奥妙结果。上帝话，我名的话，做咱的高永远。第2节。主要所真理的话，无妙听通结晶，遍宽天的互人反悔，正做天天公明，我咱地主真理。信受救主怜悯，上帝话，我名的话，智慧奥妙结果。上帝话，我名的话，做咱的高永远。好，咱即摆搁来献开圣诗152首。这首歌是我对细汉我就足爱听的，妈妈嘛常常咧唱吼。不管咱是咧感动，还是咧痛苦的时，还是心情无好的时，这首歌会互咱足大的安慰。咱即摆来唱152首，救主听痛的声。咱唱第1节甲第4节。救主听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泪牺牲后悔，留我罪人生命。主，我来求你。就困你，因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第2节。救主听痛声音，我着起了的心，当我最受天十架。我实在真情，主我来求你，我甲就困你，因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第3节。救主叫我真情，我着。
十。救主叫我敬信，我着祈祷我听，用叫人爱受主的解，伊到进入天庭。主，我来求你。好，请咱安静咱的心，进入咱的礼拜。到迄日，你要讲，耶和华，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捌想起我，但你的生气已经煞，你也安慰我。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伊也诚做救我的。下面咱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38首。圣诗138首，耶稣原本是上帝。耶稣原本是上帝，临到凡间来救世。旧约圣徒历代久，
拢是仰望这救主，请起立来吟全首。耶稣原本是上帝，临到凡间来救世，不想道历代故，往是望这救主，主现本身那有高，不欲来所救回我，免过现这所现下，耶稣已经现高雅。替咱担当生命的，互咱当过我的病，最后没有互人看，咱无照管着归我。但当我可以讲了，大家这下来了，主爱将人牵过你，是要的引我福气。请坐。下面，请咱齐声用主祷文来祈祷，伫周报第7面。主祷文，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接续咱来启应。咱今仔日要启应的所在，启应文42篇，启应文42篇也是以赛亚书第11章。启应文42篇。亚些会老树头为不义，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一撮会空口佚佗。伫我的圣山会逐所在，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经到这，请咱同心来祈祷。有场万美的创造者，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所定着神的主日，
愿众人同心欢喜，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也要听你启示的话语。首先，当阮安静伫爬上帝你的圣殿的时阵，求你互阮回想过去的这一礼拜当中，阮的行为行达，阮的心思意念，若是有犯过错，得是你的所在，求主来怜悯阮，也赦免阮。阮也为着国际和平来祈祷。阮看见伫中东地区，伫国际各国努力之下，以色列甲哈马斯已经签订停火协议，双方面同意停止交战，也要释放双方的人质。中东地区恢复平静的机会已经哪来哪大。恳求主你的圣神看顾保守，感动以色列甲哈马斯双方面的领导者，会当遵守和平协议的规范，互加沙地区早日来恢复和平。阮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伫这一年当中，对外，阮有美国提高关税，对企业产生的压力；对内，阮也要面对今年伫中南部风台造成百姓财物的损失。接煞伫花莲也因为崩山河崩破，带来未捌经历过的大灾害。总是伫灾难中，阮看见人甲人中间善良以及互相帮衬的疼心。这款的灾难也互阮想起主的教导。伫世间，阮有苦难，总是主已经赢过世界，主的确要带领阮来胜过这个世上的苦难。阮为着正向伫姊妹的信仰来祈祷，时间已经来到今年的第4季的10月份，教会也开始备办每年暑工，亲像做事人同款，伫春天夜静、热天努力工作，到伫秋天甲冬天就要收成。求主提醒阮思考。伫今年，阮伫信仰顶面所要修成的果子是啥物？伫今年，阮因为军队主，阮的性命有啥物款的改变是主所欢喜的？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望伫病痛当中，无论是肉体的痛苦，也是心身上的压力甲累积，拢会当透过医生的治疗来得到改善。也对圣经的话语，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互搁高大的教导。领受对主来平安甲快乐。最后，阮也为着顶个月伫9月初10发生伫美国犹他国大学查理克克被刺杀的事件来祈祷。伫美国这个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伫因所使用的金钱顶面，也搁印着阮信仰上帝 ，In God we trust。国家基督信仰是愈来愈受到排斥甲禁止，但是被上帝你犹原差派人来做工。你使用一位少年人，对伊18岁的时阵，伊就勇敢进入大学的校园内面，用主的话来鼓励遐信主的少年人，爱做光做盐。伊也透过一场又一场的辩论的方式，为着福音的事工来征战。13年来，伊努力宣扬真理，影响侪侪少年人来归向主。总是当对敌无法度面对伊所传扬的真理的时阵，就用武器甲枪支。互传扬真理的人无法度搁再发声。等伊被刺杀了后，媒体报道，伊是因为伊是一位种族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反对同性婚姻者等等的原因，致使伊被刺杀。但是主你知，伊是背起12架来军队里，也为着福音的缘故来付上性命的代价。对伊身上所流的血泪，要成做这世代的火把，照光主福音的道路。也盼望这种为主勇敢献身的精神，成做一世代正信徒的鼓励甲帮衬。阮将这恳求摆列伫爬上帝你的面前，愿意来成。阮众人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下面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圣经节，伫旧约圣经士师记第19章16节到21节。士师记19章伫旧约圣经283页。
士书记19章第16节，日暗有一个老人对田里做工倒来，伊本是以法莲山地的人，脚骹伫基比亚，总是迄所在的人是便雅悯人。老人夜目看见人客伫城内的街路，就问伊讲：你对倒落来，要去倒落？伊应讲：阮对犹大伯利恒来，要去以法莲山地迄边。我本伫遐过去犹大伯利恒，但我去耶和华的厝，伫遮无人接纳我入伊的厝。总是我有草有牛通互驴，也有饼有酒通互本身甲你的女婢，甲对你的奴仆的少年人，拢无欠一项。老人讲：愿你平安，你所欠用的是我代，独独你毋通伫街路里过暝。对安尼，带因到伊的厝，饲伊的驴，因就洗骹啉食。圣经读到遮，下面圣歌队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来周群我。
下面讲到，今日科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真心接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的上帝，我感谢你。虽然季节在变化，总是你有缘带领我每一天的路站。你让台湾四季分明，总是因为天气气候的关系，阮伫这中间无法度搁一届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总是阮自责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信心帮助阮，互阮明白上帝你的旨意，互阮伫你的话语中活出你的见证。愿你帮助阮，互阮所听、互阮所领受的，会当成做阮生命的美牛甲帮赞。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引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拄则一开始礼拜开始，咱医生早问讲，咱大家即几天敢有出去佚佗无？啊，我要问的是，即几天也是讲，即个月假期中间，你敢有接待过人客无？有，有的人咧想者，我到底有啊无？其实咱拢有接待过人客的经验。通常来讲，咱会安怎开始接待人客？咱会想讲，我今仔要接待啥人？应该是真熟的人，也是讲要甲伊建立关系的人。然后可能敲电话甲问，咱即马可能通讯软体甲赖一下，你迄天有闲无？我请你食一个中昼。然后呢，约好时间，然后通知所有要出席的人，若伫厝院爱安怎？摒厝内啊，对，迄种离离确确的物件，若有毒啊，就甲挤入去，门关起来就无代志啊。大家拢有经验哦。然后开始准备，然后等待人客来。咱受邀请会安怎？我会炸啥物等路去无？还是要做啥物款的一出菜过去无？无论安怎，咱拢会接待人客，也是互人接待的经验。这一个前提是，这个人也是这个人客，咱有熟。这个人是咱要甲伊建立关系。总是伫今仔的经文中间，咱所看到的，是要接待你完全无认捌的人。那呢，无需要问大家，若是你敢去接待这款的人客吗？对顶礼拜，咱对士师记17章、18章中间，其实咱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因无王，也就是讲无人会当带领因，互因会当伫士师也是领导者的带领下面，去对抗迄个外敌，互因会当有一个太平的日子。其实，伫19章开始嘛，犹原共款，互咱看到以色列人，搁一届陷落伫士师记中间所讲的迄个循环的内面，就是袂记得上帝行伫罪恶的道路顶面。较特别的是，对17章、18章、19章到上尾21章，虽然因伫罪恶中间。但是因拢无去呼求上帝来帮助因，因唔知影家己陷落伫一个困境的中间。所以当士师记甲上尾这个阶段内面，每一个段落拢搁一届咧表明以色列人无王的这件代志，就是以色列人伫这段期间，犹原照着家己所看所想。家己所要去做的标准来行。19章的内面，其实记载着真惊吓人的代志。伊分做2个段落。头前的段落是咧讲一位利未人甲伊的岁仪的代志。第2个段落是咧讲一个真悲惨的事件。其实伫19章中间，无论代志怎样演变。拢是因为人的欲望、自私，
心内无上帝，每一个人照着家己所欢喜的去做出因的行为。所以，伫18章但支派一个强暴行为了后，19章内面其实无讲无共款。19章内面一开始讲到一个无甲叫名的利未人，这利未人正做一个主角，这毋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要显露的是以色列人伫迄当时上恶劣、上歹的状况。所以伫叙述的开始，敢若亲像咧讲一个有一个预言、有一个应允的这意义的故事，就是一对分开大的翁仔某，看起来敢若要割喉的这件代志。经文的记载内面，看起来敢若是这位妇女，伊受气，发了一顿脾气了后，这个对象是这个利未人。咱咧看到圣经中间，其实常常有这种妇女咧有这种受气的情形出现。但是咱看到经文的描写是，这个利未人为了要找这位妇人人转来，这个原因是甚物呢？有可能是甲叫转来了后要安怎甲教死一下，有可能是另外别个原因。不过咱伫19章第3节内面，咱会当看到内面每一个所讲的，拢讲到这位利未人，其实是真正要找伊的这个某转来，因为经文描写的这内容是用温柔体贴对伊讲话，这就当证明，迄是一种表达疼爱的语言。毋管安怎，这位利未人去到这个细姨闪避伊的迄个所在，就是伊的老爸的厝。伫这个所在，咱会看到这段经文，真清楚描写到这位利未人，互这位女子的老爸真热情的款待。虽然咱伫这段经文中间无法度明白了解有关这个妇女伊的相关的反应。但是实际上，伫整个的故事内面，对这个女子的描写是无的。伫圣经内面嘛无提到伊的名，无记录伊讲的任何的话。但是咱看到的是，伫这个某的老爸的厝里，其实经文的描写是一个真自然的互动的社交的活动。伫士师记内面，其实会互咱感觉真困惑的一个角色，就是伫迄个所在，这个老爸甲这个利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款的代志？因为这个老爸真温驯咧交代，其实是一个真夸张的程度。为什么会有这款原因呢？有一寡圣经学者咧研究讲，伫迄5天的时间内面，两个查甫人咧敢若真建立一个情谊中间的邻者，看起来是一个要强调的效果。其实，这个效果就是要将这个女子的角色家己淡化掉，也是讲这个老爸想要把这个利未人留落来，有可能是要因为伊的查某囝的安全。所以，伊希望这个查某囝留伫厝内底愈久愈好。嘛有一种可能是，遮尔夸张的温驯的交代，有可能是这个老爸甲这个利未人，这个男性之间的角力、竞争的角力，毋是要培养感情，有可能是要争取这个查某囝。无论倒一种的讲法。其实无一个确实的答案。会当看到的是，当这个咧讨论、咧交代的过程中间，这个女子的角色已经无去啊。各位兄弟姊妹，回到牧师一开始讲道之前咧讲的，咱想一个问题：你会为什么原因去接待人呢？
当咱咧接待人的时阵，拢一定有一个原因伫的。伫什么款的情景的下面，你会去接受对方的邀请咧？当咱咧接待对方的时阵，你会怎样去展现你迄个热情呢？咱来用食饭来看，有人讲食饭是建立情谊的一种方式，这咱普遍拢会当认知的。因为伫食饭的中间，咱会当甲人的距离会当挖较近，咱会去创造一寡交流的机会，互人伫一种真欢喜的这种感觉的内面，自然去建立这个亲情、友情、爱情等等更较深的这个情感的连接的共同的记忆。所以食饭，毋但是满足这个咱身躯的需要，嘛是咱甲人互动的一个真重要的平台。透过做伙食饭，分享经验，帮助咱克服迄种人甲人中间的距离，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但是即马时代无共款啊！咱若去外口食饭，咱会当发现啥物？手机啊，一个食饭桌仔顶，咱拢是看手机啊，足多。所以过去我会记得有人发起一个活动，就是食饭的时阵爱甲手机啊摕出来，放做伙，然后若写人的电话亮你去摕起来接迄顿你爱付钱。后摆咱嘛呢，好无？因为咱食饭是要建立甲人中间的关系，这个真重要。我想，伫咱一生中间，咱会拄到真侪的人。咱伫人生无共款的阶段中间，咱会建立迄个长，也是短，迄个时间性的连接。有一寡咱的情谊，咱的人际关系，其实拢会透过这种的食饭的活动，互咱会当延续落去。所以呢，有人讲咱后一届再过来食饭，那呢你爱掠着伊问你爱讲后一届是啥物时阵？今仔日10月12，你讲后一届是明仔载吗？还是后日吗？因为通常有人讲后一届就无后一届啊。无论安怎，咱拢爱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维系咱的情谊。伫人生无共的阶段，咱是安怎去联系咱甲人中间的关系呢？我举一个国小、国中、高中的时间，其实迄个时间咧追求的是即个学习，甲同学之间是一个友情的阶段。这种友情的阶段其实毋免真特别，因为伊规工拢做伙上课，做伙参加活动，做伙下课，做伙行转去。即摆敢要做伙行转去较少啦因为我若看目沙国小足侪拢是父母开车来载因转去。无论安怎，拢有真侪自然会当做伙斗阵的机会。所以，咱讲即个时期的囡仔，因的生活迄个范围其实无大，嘛真单纯。因会当经历侪的代志，所以迄阵因累积起来是一种敢若革命情感。迄阵你若即个时阵甲即个囡仔讲，父母甲你讲，其实无啥爱甲讲啥。同学、老师甲你讲，有人咧点头同学、老师讲，迄种足有效的。迄是因为因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连接做伙。那呢，高中以后到大学，大学了后就无亲像过去共款，伊所读的这学校就一定伫厝的边啊。有可能是4季拢有，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求学会当认捌甲家己无共款背景的人，有可能读同一个科学，但是因为会共款的所嗜好，迄种的连接会产生交好的朋友。但是有人讲大学我就家己过家己的就好啊。不过伫大学内面，
迄个情谊爱家己真主动去创造甲人的关系，主动去参与伫侪活动的内面，报名伫无共款的社团中间。所以迄阵的交朋友，可能甲国小、国中、高中无共款啊，有一寡社交的成分伫内底，可以会当明白，原来伫即个时期的人际关系是需要去做经营的。大学毕业了后，有的人去到食头路，食头路会当交的朋友有搁较少啊。真正的认捌人的迄个方式，除了你的同事、人客、合作的即个同伴以外，其实咱真少想，剩无偌济人啊。而且呢，有诶认捌了后，侪拢因为利益的关系，有掺伫即个中间。所以，人甲人中间有一寡距离的出现，但是嘛无代表讲伫食头路的过程中间无朋友，因为你爱搁较细腻去经营、细腻去注意你甲遮朋友的关系。豆豆啊，你会知影讲，即个朋友会当深交，即个朋友会当成做你的老师，互你会当学习的。甚至有诶会当帮助你，互你伫职场顶面会当搁进一步。这拢是伫社会上的眼光，那伫教会咱内面呢，因为咱有共款的信仰的价值观，咱会当明白兄弟姊妹的状态甲需要，透过咱的关怀带导，结连伫上帝稳定甲疼的内面。伫这内面，咱互相扶持。共同去经历有主同在平安甲喜乐，所以当咱咧生活伫现在即个社会价值观的内面，我想大多数的人，因为咱的一生拢是一步来建立咱家己的人际关系。咱若有结婚生囝了后，其实咱回想，咱即马甲朋友做伙住一个时间，其实哪来哪少啊？无论安怎，咱无法度甲过去共款，会当随时讲啊，行，咱即马来去啉茶，然后咱就当组织做伙啊。但是这无代表讲咱无需要甲人建立关系，咱依然需要甲人有建立这种关系的必要。咱有共款的信仰，咱有共款的团体信仰团体的时阵，互咱知影伫咱生命中有人会陪你欢喜。陪你艰苦，互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会当有人做伙行。所以，当咱咧看今仔日的这段经文的时阵，伫这段头前的描述的内面，利未人伊互家己会当脱离这个老爸温群的款待。经文记载着讲，伊带着两只驴啊，堆满物件，按着以法莲的山区，伊所住的厝来进前。所以，当经文描写着伊甲伊同齐行的人，达到基比亚这个城市的街仔顶的时阵，迄个时间应该是爱有人伫迄个场所、迄个街头顶面，总是无人接待因，转去厝内底过暝。其实，伫早时古代近东的即个近东的即个地区，接待人客是一种真典型的特色。就是我甲你无熟，也是你是一个完全青分人，入来到我的城市，我所徛起的即个所在时阵，因爱接待伊。而且伫以色列社会中，即种接待人客，是咧演算对待寄卡的人的，因为伫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内面，即种接待寄卡的人，拢是关系到对上帝忠诚守约的代志。也就是讲，咱对待接待即个寄卡的人，是要纪念以色列人因家己咧做寄卡的时阵，对耶和华所领受的善意的款待。伫即阵寄卡内底的人，特别需要
互人照顾的，是迄阵无继承土地的利未人。那你来看，伫经文内边描写基比亚的遮的住民是便雅悯人，但是伫经文中间，咱拄所读的，咧描述的是一位老人，伊架卡伫即个城市，伊是一位以法莲人。但是这位老人无互即个城市的百姓所接待、所看重，完全伊伫这中间是互因忽略的人。所以，对即件代志的描述，要显出以色列百姓，其实因迄时当咧做因家己眼中所看的代志。所以要强调，即个基比亚的百姓是以色列人，其实要强调因原本就爱做出更较好的行为。所以伫士师记19章14节、16节内底，两届去提到基比亚的人，因的身份是便雅悯人。伫以色列中间受委托来教导以色列人有关上帝约的条例的人，就是利未人。所以咱若来看基比亚的人的行为，就是咧代表着以色列百姓嘛会做的行为。但是咧教导接待人客这律法的老师，那呢利未人伫即个积分顶面会当讲是失败的，因为伫17章、18章内面，利未人设立一个偶像的祭坛，而且将家己即种服侍卖互出上关键的人，所以渐渐显露出来一件代志，就是利未人的角色，其实互人描写着无互人真介意。所以伫19章的利未人伫开始的时阵，伊咧追求甲迄个做伙分开徛起的即个税仪，会当做一个和解的时阵，伫迄个时期的描写看起来，敢若是行出一个正确的骹步甲方向。不过19章的后面，伊所做的代志，就是伊看上亲密的错误，就是伊看轻即个女子。上严重的是，伊正做谋杀迄个女子的一个帮凶弟的。我想，即个利未人，伊因为基比亚所犯的罪，伊想要将即个代志来针对便雅悯支派来做一个报复的一个动机。看起来敢若是为着家己的地位，为着家己的因素。做过迄个互人杀害的即个某，所以整个的19章内面看起来，每一个人拢是照着家己的意思去行。但是实际上，咱若详细看，嘛毋是每一个角色拢是安尼咧行。除了迄位互人牺牲的税仪以外，其实还有一位真信实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迄个真正派的老人，伊邀请利未人甲伊做伙人去伊厝内底过暝，而且真热心咧接待，真细腻咧照顾。这个老人有原是属伫架卡伫基比亚的人，所以当这个老人伊接待的行动行为，甲基比亚遮的百姓所做，形容成做一个真剧烈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利未人甲伊的某得到老人毋忘互因的所有的一切，除了平安以外，这位老人有缘遵行着上帝教导，接待出外的遮的女人。其实有一个真严格的规定，咧接待人的这个规定，就是咧接待这个人客了后，爱保证伊的安全，避免伊会受到伤害。但是因为士师记伫上尾这个阶段，以色列百姓无王、无领袖，互因会当有一个正确的教导，致到因的道德败坏。
互因离开上帝。但是上帝真爱以色列百姓，上帝疼这的百姓，甚至为因所受的苦，因上帝心内艰苦。所以伫士师记中间，咱会当看到一个真明显的是，上帝无离开、放弃以色列百姓。每一届以色列百姓呼求上帝的时阵，上帝就搁派人去拯救伊。但是这个过程中间，以色列人却一直离开上帝。咱若较详细想的一个问题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一直咧放杀离开上帝呢？毋是上帝不爱因呢？我想，上帝是满有慈悲、有仁爱的上帝。所以，当伊一听到以色列人有艰苦的时阵，以色列人因为离开上帝，直到因拄着困境的时阵，因会有苦难到因的身躯的时阵，因就哀求上帝了赦，因就哀求上帝来看顾因。上帝就通过无共款的方式，每一届拢来帮助伊。所以，当以色列百姓悔改认罪，上帝就去纪念因甲伊所立的约。找士师也是其他的仆人去帮助救因脱离迄个艰苦的危险。所以整个圣经内面，毋那是士师记，整个圣经拢咧描写着上帝对伊的选民、对世间的每一个人的慈爱。所以上帝毋那是用慈爱来对待以色列人，上帝对待咱人的爱是无分种族。苦欲、年龄、富贵、贫贱，这是对过去、现在、未来拢共款的。所以咱伫圣经内面看到今仔的经文，无论伫伯利恒、伫基比亚的接待，若是这个人心中无一个愿意的心，因就无法度真实、真心去接待这位利未人。对9月20几号到呾，咱看到花莲光复乡这个灾情，咱嘛看到新闻的报道，伫这几个连续的假期中间，侪人投入去迄个复原的工作的内面。咱若去详细看这新闻，咱会当发现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伫这中间。台湾呢，对各所在的遮的百姓。照着家己的能力、投入时间、体力、各项的器具、专业的这个技术，结合正人的力量，徛伫第一线。因就是要为着和光复乡的遮的百姓，会当早日恢复因日常的生活。虽然咱无法度去到现场，也是咱有去到现场，咱拢无法度看到真全面的这个。样貌，但是咱会当知影，侪人当因咧做这个复原的工作的时阵，因需要食的水、食米，因暗时需要洗身躯、休困的时阵，我想伫整个花莲光复乡以外附近的地区，拢出现侪无共款的接待的故事。无论如何，台湾。所有人拢为着即刻的灾难，愿意将家己所有的遮资源贡献出来，因愿意接待遐因毋捌的人。各位兄弟姊妹，有时咱对一个事件中间，咱会当真实去看到上帝疼甲恩典降临伫咱所徛起的即块土地顶面。即使咱若心中无王。咱心中无上帝时阵，也就是讲，当人无掠上帝做伊的心内中心的思想的时阵，也就是讲，咱若无用上帝所定标准的时，咱人会对着家己的意思去做任何的代志，咱会去脱离迄个上基本法律所规定的规范。
咱会做出背离道德信仰的约束。那呢，咱人就无法度去真心领受到上帝慈爱甲恩典，就袂去展现出咱接待人的迄种的热情的态度。那呢来看，真心的接待，其实是因为咱先领受到上帝慈爱，是咱愿意去遵守上帝的律例甲诫命。迄是因为咱确实对咱的内心来回应上帝，因为咱要对行动顶面，互人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各位兄弟姊妹，要真实热情接待你所无认捌的人、青分人，那呢，牧师一个问题，咱会当转去思考，就是当你看到人的需要的时阵，你的内心有甚物款的感受呢？然后你会采取甚物款的行动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们尊叹着你的话语的时阵，其实伫阮的内心中间，可能有一寡冲突的存在。当我要接待人的时阵，我毋若是要接待阮所认捌的人。当我要接待遐甲阮无熟悉的人的时阵，恳求上帝帮助阮，恳求上帝你赐阮智慧，恳求上帝你互阮每一个人有能力、有气力，互阮来接待人的这项事顶面，会当来回应上帝你对阮每一个人的疼痛甲恩典，回应你对阮人所立的这个约，互阮尊叹着这个约。守着这个信仰的意义，帮助阮，互阮伫一生中间，阮会当用上帝的疼、热情来接待每一个人。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193首。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报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指示，甲咱捌主旨意，诚心来服侍伊。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得到永活。请起立，咱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互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指示，甲咱捌主旨，诚心来服侍。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得到永活。救主耶稣真理的话，
心信仰我的主，下罪平安万寿，眼跟我渺让我兄弟为我命的为，地位我渺结果，兄弟为我命的为，抓咱的高迎我。请坐。下面请咱批判心来奉献。当咱来到上帝面前，谦卑领受上帝恩典，孝顺上帝所赏赐的一切时，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恩典，对内心备办奉献，恳求上帝欢喜接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以及咱的心智。请坐。下面报告之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读2摆。金句，请一水会知伊的失措啊！求你拄起我暗前的过失。诗篇19篇12节。一水会知伊的失措啊！求你拄起我暗前的过失。诗篇19篇12节。下周先讲分担，敬请省略。好，领唱是夏一红，司礼张义如，司琴黄慧谦，献诗是朱丽娥，司献是我本人甲夏一红，交代也是我本人甲林嘉莹，音控曹明祥甲李尔波，讲稿是团导李团导。后礼拜司礼是李团导。题目唯独圣经，经文是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7节，第4章第1节到第5节。诗歌甲金句，先时则请大家伫厝内先来备班。这是咱先到后壁面第6页。消息报告的部分，第1点，关怀组开会通知，本主日中昼1点，
伫地下1楼要召开关怀组的会议，邀请主日学的校长、生活队队长、敬拜团团长、少年团契、玛纳团契、妇女团契、少年团契等会长，以及关怀组的组员共同来参与。第2点，社青小组4名成长的课程，伫下晡1点半到3点半，伫咱大会议室要来上课。第3点，奖学金申请通过名单。国中李祥浩、李耀恩，高中许伯恩、张信仪、李志源，大专许承恩、黄慧谦、陈可轩、张丁显、张约典，硕生林义文。咱有定伫后礼拜主日10月19日，第2礼拜要来颁发奖学金，请受奖的同学会当亲自来领奖。好第4点，敬老敬老礼金敬老礼金，伫后礼拜主日，咱教会要来递上2025年的敬老金请符合领取这敬老金的兄弟会当尽量来出席。第5点是下主日咱南方学教会因举行野外礼拜，要来咱文山教会，甲咱参与伫咱第2礼拜迄个敬拜当中。第6点，2025年暑假检讨会的资料备办，请各团契伫迄10月22日进前，将这资料交予干事来整理。第7点，停车场使用资料的更新若有使用咱地下2楼停车场的小姐，礼拜了后，请你伫去1楼柜台来确认资料是毋是正确。你若有受更新的部分，马上做一更新。第8点是。团契当讲公告妇女团契已经有完成改选，会长是陈桂英，书记郑美凤，领袖是廖秀兰长老，会计是陈定辉长老，音乐是曾美霞、康乐、吴丽文，服务是李胜龙，关怀是陈素娥。第9点，经常会到图书馆收支的部分，咱请文宏长老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我即马是社会书记，我代表社会来向大家报告一寡咱的收支的状况。咱来看咱的第9面第9面就是咱的经常会甲图书馆的收支的状况。咱先看经常会的部分咱1月到8月收入有475万，咱的支出有490万左右，所以咱的收入减支出了是赤字的15万左右啦阮有去分析讲，为什么会有赤字咱会当看到下骹有一个附注，阮有去看内面的收入的状况，咱的规定的奉献，咱编的有算是330万，但是咱1月到8月的决算是190万。因为约定的奉献是较稳定的，逐个月拢应该有固定的收入入来啦所以咱若讲行到8月，8月就是咱一档有12个月，咱行到8月，伊的迄个趴数应该是66.67左右啦但是咱的达成率才57尔所以大概有差10%的距离所以请大家会当注意即件代志嘛当来关心。伫咱即马10月到11月到12月，阁有3个月请咱大家会当来准备遮个奉献你约定的奉献对大家来讲，应该是咱所讲的迄个11日的奉献好，这是咱的收入的部分迄个支出的部分呢，咱看咱的迄个事务费咱的迄个达成率是69咱他有解说讲咱的迄个状况应该是到66左右为什么会超过？就是咱的礼拜堂已经完成到即摆已经超过25档左右所以有一寡设备拢爱做更新甲修缮啦所以这是咱每日咧编有算的时阵会一个较大的拄着会爱解决的问题啦请大家嘛会当放伫心内。咱来看图书馆的部分图书馆的部分，咱会当看迄个图书馆的专栏的，即摆咱搁欠的钱是，咱有会有无息借款160万，迄个联邦的银行的借款是300万左右这部分是感谢上主的安排，搁大家的奉献咱的银行的借款已经有较减少这部分对教会的收支的状况是较稳定、较无问题一个月即马咱迄个收支一个月爱付的利息本利大概是23000块左右，所以即个应该是较大家当较顺序来处理这个代志。迄个大家对这收支报表有问题，当随时交我甲管程长老来
讨论，多谢。好，以上继续为着软弱的肢体来祈祷，和求主来医治。好今仔日有新朋友。平安。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会友吼，伊的名叫这我袂晓我量翻译，匡运涵姐妹。伊坐咧后壁，咱请因起立。伊是基督徒啊，为石牌长老教会来的，咱继续欢迎伊。好，欢迎你来。好继续咱来行平安礼。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正做圣，因为耶稣怜更名。小做我命，我已经天地作命，因为耶稣风雨山野主所听。请咱一员兄弟来唱每遍的诗歌，神圣诗392首，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吟诗说，请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毋忘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请坐。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